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在美国申请驾照这件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，Lisa 频道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喽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娃娃 TV。在美国生活有2个最重要的证件，一个呢是 SSN 社会安全卡，另外一个呢是驾照。美国因为是联邦政府制度，所以没有像台湾一样有所谓的身份证，所以在美国呢，驾照就好比是身份证，就算没有人要开车的人呢，也会去申请一张跟驾照长得很像的 ID card。而 SSN 社会安全码呢，就像是身份证字号一样，但这是2张不同的卡片哦。驾照上面呢不会有社会安全码，而社会安全卡上面呢也不会有驾照的资讯。驾照呢是要随身携带的，它上面有照片，所以一般呢都是被用来识别身份的。像是如果你在美国，你要买酒啊、进出酒吧啊、银行开户啊，或者是要入住饭店等等的，都只要出示驾照就可以了。而社会安全卡呢，就是一张卡片，上面有你的名字跟一组号码而已。所以一般人呢，不是把号码背下来呢，就是把它记下来而已，不会随身带着社会安全卡在路上走的，因为如果不小心弄丢了，会蛮麻烦的。好，那要申请驾照或 ID card 呢，首先大家需要准备身份证明，像是护照啊、绿卡啊、出生证明之类的。那其他还要准备居住证明，像是房租合约、水电瓦斯账单、银行对账单等等有地址的文件。然后还需要准备提供你的 SSN 社会安全码。大部分的州呢都需要社会安全码才可以申请驾照或者是 ID card， 所以如果你没有社会安全码的话呢，就需要先去申请一个社会安全码之后才可以去申请驾照或者是 ID card 哦。另外，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的话呢，还需要先上网填写并列印出一份 I-94 表格。那如果你是国际学生的话呢，你还需要携带你的 I-20 哦。好，那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呢，就可以到当地的 DMV 去申请考驾照或者是 ID card 了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预约填好资料，因为 DMV 的作业速度我真的不想评论了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等很久的话呢，先预约会比较快，不然到现场排的话可能会等到天荒地老。好，那到 DMV 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预约的话呢，就跟他讲你的预约资讯，他就会给你一张号码牌，进去等叫号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呢，你就跟他讲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他会以不同的业务来分流，给你一张相应的号码牌。另外，考驾照他还会给你一张申请表格填写，其他州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现在加州呢是可以现在上网填写申请表格的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先上网填表格，预约好之后再去会比较好。那到柜台之后呢，工作人员会先 key in 你的资料，然后让你按指模跟缴费，大概20-30块吧，每个州不太一样。那缴完费之后呢，就会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视力测验。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呢，就戴着测就可以了。那测完之后呢，就会叫你去柜台旁边指定的地方拍照。驾照上面呢用的就是这张照片，所以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呢，建议可以先打扮一下再去。那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呢，他们就会给你一份试卷，让你去旁边的小房间考笔试。加州呢是有10多种语言可以供你选择，如果你不要考英文的话呢，你就需要先跟他说你要什么语言，他就会找给你。笔试内容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些常识问题，网上有很多模拟题可以做，也有 App 可以下载来练习，所以建议大家先在家里念一念，再去考会比较顺利哦。好，那写完之后呢，你就要拿着你的考卷回到柜台，他们会当场给你改考卷打分数。那如果没有考过的话呢，就下次再来。那考过的话呢，就可以拿到 permit 了。这个 permit 呢，它不是正式的驾照哦，它顶多算是一个学习驾照而已。不过有这张呢，你就可以开车上路了，就是让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学习开车。等练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去预约路考了。建议大家路考的时候呢，可以尽量约一些车子比较少的时候，尽量避开上下班时间，这样子也会比较好考一点。那考路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仔细认真，该做到位的动作呢，一定要做好。像是换车道的时候呢，不能只看后照镜，一定要回头看一下，因为有死角。然后 stop sign 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停够3秒钟，千万不要简化任何动作，让考官误以为你没有完成动作而被扣分。好，那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的话呢，在出发前你可以先跟考官说一下，让他说话慢一点，或者是不要用太难的词语。像是我妈妈考试的时候呢，考官就这样子 turn right turn left 用笔的。那如果考试中有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听不懂的，就一定要问，不要自作聪明乱猜，这样很可能会直接被 fail 掉。
好，那通过路考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一张纸的临时驾照。正式驾照嘞 ，DMV 会在4到6周内寄给你。在这期间呢，用这张临时驾照就可以开车上路了。它的效力呢，跟正式驾照是一样的。如果在路上被警察拦下来，出示这张就可以了。但要注意的是它的有效期限。如果临时驾照快要到期，而你还没有收到正式驾照的话呢，那就要赶快打电话去询问了。好，那到这里整个考驾照的流程呢就结束啦。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问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开启了会员制度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。然后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